耶和华，地上的君王都要称谢你，因他们听见了你口中的言语。他们要歌颂耶和华的作为，因耶和华大有荣耀。现在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唱赞美的诗歌。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绕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来拥抱我。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来拥抱我，那就是主耶。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飞绕在这蓝天海上，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找不到可以倾诉。我曾经像一只小小飞鸟，穿梭在这城市之中，我正在寻找那慈爱双手，那就是主耶稣。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
那慈爱双手正等着我来拥抱我。主啊，我要回到你身旁，我要回到你身旁，那慈爱双手来拥抱我，那就是主耶稣。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在疫情的期间，能够得到控制，也让我们能够再次的聚集，也求主你能够保守还未来到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的脚步，以及在线上与我们一同礼拜的弟兄姐妹们的脚步。求主你能够看顾保守，也求主你能够赐予台湾更多的福气。感谢主，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好，会众请坐。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8章1到17节，那由我来念就好了。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上帝，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耶稣向那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2个人上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1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耶稣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接下来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题目是你所信的你明白吗？我们有请陈牧师。谢谢保利龙。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因为这个面罩太大，你们看不到我的笑容。我是很高兴可以跟你们一起做礼拜的，不要一副不相信的样子嘛。这是很大的恩典，这是很大的恩典。如果我们看看全世界就知道，即便我们还是有一些受到一些威胁，可是这真的是很大的恩典，我们可以这么放心的坐在我们弟兄姐妹的旁边，然后一起礼拜。好，我们要来亲近上帝的话。那我们来亲近上帝话语之前，我们先同心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我们承受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样病毒的威胁下面，仍然享受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团契生活，仍然可以聚集在你面前来敬拜你，这是何等大的荣耀。这个时候我们要来亲近你的话，求你的灵亲自的指教，你要帮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而且帮助我们看清楚我们自己的状况。如果我们有什么样的明白或看清的话，阿爸，你就让我们有能力将所明白的、所看到的实践出来，
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谢谢你的恩待，要把以下的时间都交在你手中，你亲自的指教。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已经进入那要帮我按。我们进入18章了，进入18章，今天只看1到17节。通常这种一段一段的经文，如果我们不太注意去分析，我们会很容易的把它想象成犹太人他们从旧约以来他们的这些教导，犹太人会有一种叫做串珠的概念，就是说他把一些好的句子或是好的教导，然后就排列在一起，然后不见得前后有关系，然后他们直接说那叫串珠。好的教导这样一个排列下来。那18章这样你看这一路下来好像有这种味道，好像没什么关联，可事实上他们是有很深的关联的。我们从第一段来看，18章的第一段来看，他说耶稣向那些第1节，耶稣对门徒讲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的目的是什么？为了要他们常常为了要他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好，那我们就要清楚了，这个比喻的一个目的是要鼓励这些基督徒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为什么会灰心？为什么你祷告会灰心？基督徒你都不会灰心哦。为什么你祷告会灰心？那大概是什么状况？没有回应。对，这个上帝都点那个上帝常常是一个。那天有人教我一个名词，现在有一种叫做选监症，你没听过就是说选择的选，缄默的缄，它叫选监症。你们真的不知道？就是这个人他平常跟你都很正常对话，可是他会在某一个议题或是某一种就是议题，他忽然就不讲话了。选监症，这个不是一个脑袋的作为，这是一种被称为是疾病这个会比一般的自闭症还难对付，因为他平常是看不出来的，他就平常是很正常跟你对话，可是他会在某一种议题或是一个状况下面，他就没有办法跟你讲话了，他就缄默了，叫选。这是我在乱讲还是有这个东西？去 Google 一下选监症。这个上帝就是一个典型的选监症上帝。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上帝都不讲话了，他就保持缄默好，那这个时候耶稣他要给一个比喻他要鼓励他教导他的门徒不要灰心这个故事是说什么？注意这个叫做叙事这故事。今天这段经文是一个很好的检视你怎么读故事来，他说某城有一个官，先介绍这个官。这个官有个特性，不惧怕上帝，不尊重人。请问这样的官会怎么样？不怕上帝，不爱人，不怕上帝的官会怎么样？基本上什么都敢做了，是吧？什么都敢做嘛。好 ，OK， 就是这个官。这故事里面有这个官。那个城呢？这个官的那个城呢，有一个寡妇。那这个寡妇常常到他那里，然后跟他要求说：“我有一个冤家。”他刚刚说有个对头，那和本的翻译，我有一个冤家求你给我伸冤。那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个寡妇一定是被欺负了他希望这个官给他伸冤所以来，请问你们，寡妇相信什么？寡妇相信只要是官会替他什么伸冤，对不对？是不是啦？可是他倒霉，他遇到的是什么官？他遇到的是个烂官。这个官，圣经那个叙事怎么介绍他？他怎么样？
哎，好，这个官是不怕上帝又怎么样？不尊重人的。OK， 好，你要知道这个场景哈。这个寡妇相信的是，只要是官会替他伸冤，好，他呢，所以就跑来跟这个官啊，我有一个冤家，你要替我伸冤啊。可是很不幸的，这个官刚好是一种不怕上帝又不尊重人的官，所以你就看到他写说的，好一阵子很久了，他都不受理这个东西，好，不受理，不理他。可是呢，这个官呢，心里面倒是有一个想法啊，他是个烂官，是没话讲，就是他不怕上帝，不尊重人。他说哎呦，因为这个寡妇一直来干嘛？因为这个寡妇一直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什么纠缠我。OK，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寡妇呢，这官认为说这个寡妇呢一直来烦扰纠缠他，那干脆就给他解决掉吧，帮他伸冤吧，免得他会怎么样，一直来吵，对不对？到这里，你认为耶稣在教导什么？到这里，你认为耶稣在这个比喻在教导什么？是不是在教导说，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只要烦扰纠缠上帝，上帝就会应允你的要求，对不对？是不是啦？啊，这写得很清楚嘛。你只要烦恼纠缠上帝，上帝，你给我一个豪宅，上帝，你给我一个豪宅。上帝，你给我个豪宅！上帝，你给我一个豪宅！上帝，然后上帝在那边说：“哦，靠，右边这个死沉思好，哎呀啊，他一直吵我说给他一个豪宅，是不是？是不是这样子啦？不然耶稣在教什么啊？不是这寡妇就烦扰纠缠这个官吗？那官就说：好了，给你了，帮你做了。所以上帝是不是在教导我们说，这个你基督徒，你只要敢去烦扰纠缠上帝，上帝一定会应允你的要求，是不是啦？我知道你们心里觉得怪怪的，可是你不是从这个经文就是看出这个意思吗？是不是？这经文明明就这个意思嘛。虽然你心里怪怪的，你想这上帝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可是你没办法，这耶稣讲的比喻，难道耶稣讲错了吗？你们不理我是怎样啦？你知道你们现在也是被大大的脸罩，那是什么罩？口罩遮住呢，我也看不到你的表情呢，甚至你睡着了我也看不出来。回答我，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不是耶稣教导的比喻教导的这个内容？你只要烦扰纠缠上帝，上帝就会应允你的要求。因为这个寡妇就是烦扰纠缠这个官，所以官只好替他伸冤了。你从比喻来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当然不是啦。这个寡妇是不是烦恼纠缠？你告诉我。你怎么那么快出来？好，第一句就好。这个寡妇是不是在烦恼纠缠？你看清楚是谁认为她烦恼纠缠？是官认为他烦恼纠缠。弟兄姐妹，我们在读经文、在读叙事的时候，要有一个概念：一篇叙事就是故事里面会有一些你要注意的一些要点。你要分清楚谁是叙事者，谁是角色。角色讲的话，就是角色认为的意思。叙事者讲的话才会是真的，这样话意思不？我讲清楚吗？你在看故事的时候，你这边看到的是，其实是这个官认为这个寡妇怎么样，烦扰纠缠。可是如果今天的故事不是这么写哦，今天的故事是叙事者讲，叙事者说。叙事者说：“这个寡妇就天天去烦扰纠缠那个官，就表示是叙事者认为这个寡妇是烦扰纠缠。你有了解不啦？好，其实经文里面讲了这个法官的想法，就是这个寡妇是烦恼纠缠。可是经文里面有讲寡妇的想法哦，寡妇是认为什么？官就会怎么样？替他伸冤，这是寡妇的想法哦，是不是？好，当然这也不是叙事者的想法，可是寡妇的想法是说，
官就应该替我伸冤。你今天没有替我伸冤，我明天就来再继续讲。你明天没有替我伸冤，我后天继续讲。这是寡妇的概念，官会替我伸冤，好吗？是这个烂官的想法，烂官的角度会认为说，哦，这个寡妇天天来干嘛？烦扰纠缠我。所以这个比喻其实讲很清楚，他不是要你去烦扰纠缠上帝呢。其实你看耶稣后来怎么讲的？耶稣后来说，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呼吁上帝，他岂会延迟不给他们伸冤吗？这里是符合寡妇的想法，官就会替你伸冤，所以上帝就会替你伸冤。好，这是符合寡妇的想法哦。我告诉你们，耶稣说，上帝很快就要给他们伸冤了，要给他们百姓伸冤的。然而，人子来的时候，就是说，我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人子来的时候，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德吗？就是说，世上的这些属上帝的百姓，还能有这样对上帝的信心的人吗？就是上帝会为他们什么？伸冤。你千万不要被这个故事里面的烦扰纠缠拉走了，那个是官的想法，那个不是叙事者的想法，那个也不是寡妇的想法，甚至我也敢说那不是耶稣的想法，那个是官，一个不想做事情的官脑袋里面对这个寡妇的认知，这寡妇是烦扰纠缠我，所以我为了怕麻烦，不想被打扰，我就好了替他解决了。耶稣的意思说，即便是个烂官，他都会去解决了，何况是上帝？这个上帝一定会为你伸冤。可是我刚讲了，这个上帝是得了什么病的上帝啊？选监症。到底有没有这个病啊？你 Google 了没啦？有齁，选监症。这个上帝真的是一个选监症的上帝，不知道遇到什么事情他就不讲话了。你在那边求半天，要跟他祷告半天，怎么都没有回应。可是耶稣说，有这样子的信德的人吗？有这样子的信心的人吗？即便你好像等了很久，上帝是缄默的，你还能不能继续相信这个上帝是会为你伸冤的上帝？这个上帝是会面对你问题的上帝，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你信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上帝？你是不是像这寡妇一样？这寡妇很清楚，官就会替我伸冤，官会来解决我的问题。你是不是这样的信徒？你是不是这样的基督徒？你是信什么样的上帝？你信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可是今天我的题目虽然是写你所信的，你明白吗？可是这个故事有个暗含的另外一个面向，你到底相不相信你的上帝会为你解决问题，会为你会直面你的问题？可是另外一个面向是，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你信的上帝是不是会直面你问题的上帝？那是上帝的部分，那是你了解的上帝。可是你有没有这样的坚持跟信心去面对这一位上帝？希望我们都可以从第一个比喻里面来看到这个概念，一个是你所信的上帝，你认知他多少；一个是你怎么面对这个上帝，你有没有这样的信心？即便他选择缄默。第二段比喻是一个法利赛人，好，耶稣向那些自以为义而藐视别人的人讲了这个比喻，这第二个比喻。那这个已经告诉你他讲的目的了，他讲的对象是谁？是向那些自以为义而藐视别人的人。然后我们大家就怎么样？有没有舒一口气？合理嘎仔，我一定不是那个自以为义藐视别人，对不对？不是的，举手。你们怎么都不举手？上帝要讲这个比喻是要针对那些自以为义藐视别人的人。你们都是哦。
他都不理我，不理我，当你们就是哦。都有盲点啊，好，很好。故事就这么说了，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真的是法利赛人真的有够衰哦，他在福音书里面都被耶稣讲成是这种自以为意、藐视别人的人。可是你知道法利赛人也有好人哦，你去看约翰福音那个尼哥底母就是一个蛮好的法利赛人。有两个人上圣殿去祷告，一个呢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税吏是干什么用的？收税的，就是我们的国税局的，对不对？好，那可是罗马帝国的税吏呢，你必须去了解罗马帝国的做法。罗马帝国太大了，它管辖了各种不同的民族，太大了，幅员太大了，所以他的做法是：好，现在是犹太人的地区，那我就让犹太人自己来收犹太人的税。好，所以就会有那种犹太人拿钱去跟政府买了一个这个税吏，是大税吏的这个职位。我干嘛拿钱去买这个职位啊，弟兄姐妹？你干嘛选立法委员啊？没有人讲话啊。干嘛花钱去买那么大的一个职位？因为这个是税吏的职位，收税的，他可以去跟人家收很多的税金。那罗马帝国又很讨厌，完全掌握人性。他是跟这个税吏长说：你呢，只要每一年呢缴上我要的这个数额就可以了。至于你实际上收多少，那是领导的事情。哇，这有没有很赞？我跟你收一年收50万，然后缴5万给罗马帝国，一年就赚到了嘛，对不对？好，那可是这一些百姓知道啊，你这个臭税吏，你给我们收那么多，然后交给政府那么少，那其他的都放在你自己口袋。好，所以税吏在当时候这些犹太人心目中的评价是什么？是什么？是很低的，是叛国贼，是卖国贼。你用罗马帝国的权势来压迫你自己的同胞，所以这些犹太人是非常恨恶税吏的，甚至于是比恨恶外邦人还严重。因为你是我们的同胞，你还在干嘛？挟着政府的权力欺压自己的同胞。而这里有出问题，弟兄姐妹，这个比喻是有一点出问题的。这个法利赛人祷告就是耶稣要讲的那种，法利赛人祷告说：上帝啊，感谢你哦，我不像别人别人怎么样？勒索、不义、奸淫我也不像这个什么税吏怎么样？收刮百姓的钱中饱私囊，对不对？他说我每周进食2次，那还是真的嘞每周进食2次，凡我所得都献上1/10。我这法利赛人走出来还有风，脸上有光后面有圆环圣洁的法利赛人。好，这是法利赛人的祷告，在上帝面前祷告。那个税吏就远远站着不太敢接近。他举目他连举目
好，全部买定了，我要走了，对不对？阿嬷就给我一个信封，哦，这也像，这什么？啊，这信封是什么？生日卡片，里面是什么啦？是钱啊！我说这杯冲下，然后那个阿嬷就用金黄的眼神看着我，熊救吗？然后我就霎时我就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就是卡米修，对不对？我就忽然警觉到说啊，我是采买，所以他要给我钱，因为他很怕什么？很怕我就去别家了嘛，对不对？那是整年的菜呢，整年吃的菜，我去别家他就大损失哎，所以当然要给我钱啊。我拿着信封，3秒钟闪过了365个想法，要不要拿？要不要拿啦？回答我。要啊。我们不是，我是基督徒呢，可以拿这个吗？不行。阿嬷不知道。哦，谁不知道？阿嬷不知道，对不对？所以阿嬷一直问我是不是太少了。我真的挣扎很久，我想要怎么办哦。然后他一直阿嬷一直快哭出来的脸，因为我不拿，对不对？他的脸都快哭出来了。他想说这个家伙一定是要换摊子了，对不对？他脸都快哭了，摸安内啦，哦，这人爱有良心啦。要不要拿？我也很挣扎嘞。这个你怎么没有事先跟我讲会发生这种事情？我后来就拿了，然后去吃早餐。我就看到人家那个早餐全部都是采买，各种年的采买。那采买在那边吃那种很好的早餐，然后那时候看楚留香，如海我胸襟看楚留香，然后我就跟这些采买一起吃很好的早餐，然后一起在看楚留香，然后我就注意到每一个采买的脖子都有一条什么这么粗。没有啊，不要这样子，这么粗的金项链，真的有够粗，而且没有一个没有，就每个都有。哦，讲到这里，我就要骂刚刚那首歌了。刚刚哪一首歌？小鸟那首歌。哦，寻找那首歌，这首歌的文法是错的。他说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然后什么？找不到可以倾诉，这什么意思？他说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上面就无时无刻彷徨不住。你不能这样讲啊！你要讲我无时无刻不彷徨无助才对嘛。它是双重否定嘛。他的意思是说我时时刻刻彷徨无助的意思嘛？可是你不能说我无时无刻彷徨无助嘛？你无时无刻彷徨无助，就是你没有彷徨无助嘛？没有啊，无时无刻彷徨就有3个无啊，所以前面2个是肯定，后面是否定。啥意思？前面那2个无是它不是负负得正，它前面那2个无就是等于我没有嘛，我没有时刻是彷徨无助的嘛。那你要说我没有时刻不彷徨无助，才会是我时时刻刻彷徨无助嘛？是不是？所以是错的啊！我没有彷徨无助，我干嘛还要信上帝啊？所以无时无刻要配一个不啦，就说我无时无刻不是这么帅。不是，你不能讲我无时无刻都这么帅，你要说我时时刻刻都这么帅。完蛋了，我们时代不一样。哎，那我刚为什么讲到这里？哦，楚留香哈，没有一个采买，你看这时我就要说不带着金项链的，那就是所有的采买都怎么样？带着金项链，然后我就开始有期许了。我当完几个月以后，我也可以怎么样？
笑我那时候心里就开始紧张了。天哪，那我是不是要跟他们一样？弟兄姐妹，我可以跟他们不一样吗？没有办法跟他们不一样，你没办法不拿那个信封的，你会引起整个恐慌啊！你知不？你会引起整个恐慌的。今天所有的采买都拿，你不拿，那代表什么？你是有可能去告他们拿的。你一进去了这个群体，你是没有办法不跟着做的。所以我就拿了 commission 以后，我就带了一个这么粗的金项链，对不对？才不是呢，我还是做了愚蠢的决定。我就拿了信封袋以后每一次就买更多的菜，我就拿那个 commission 去帮我的弟兄姐妹加菜就对了。可是这也不对，你知道后来产生什么结果？我加菜加到弟兄姐妹那几个月高兴死了，早餐吃汉堡然后说哇，我们从来没有早餐吃汉堡，哇，吃得高高兴兴。可是你知道会怎么样？我说过那个连长不让某一个采买长期当采买的，换采买的时候就把我骂死了，你知道吗？就后面那个采买，陈师你搞什么鬼啊？你会不会当人啊？你是不是人啊？你有没有良心啊？对不对？我用这个例子来告诉你，你以为这个税吏他可以在他的群体跟氛围里面做一个不一样的税吏吗？弟兄姐妹，他是很困难的。他在这个结构的共犯下面，他不得不做，可是他仍然知道自己是个什么罪人。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更深层的一个状况，这不是我们平常的小恶小坏，说哎呀好啊，我只要决定不怎么样就好了。不是，他身处一个结构里面，他得要有一些勇气、智慧，他得要去做冲撞，他得要去不停的挣扎，我要或是不要，我是不是要继续跟这些人沉沦？尤其我刚讲的，他那个架构是大税吏买到这个职位以后，他会分包下去的，听懂意思吗？大税吏不会自己去收税，他会分给小税吏去收税的。所以其实小税吏他是跟人民收刮那么高的钱，可是大部分的钱还是给谁去了？大税吏去了。他们都是吃一些小的东西。可是你在这整个架构里面，你要怎么样去生存？你说我就不当税吏了嘛？谁怕谁啊？你家有孩子老婆要养所以当这个人在身处一个结构共犯的情况，他又知道自己做的是不对的时候，弟兄姐妹要怎么办？弟兄姐妹，你以为你离开这种很远吗？你以为你离开这种状况很远吗？我们可能也在身处在某一种共犯结构里面只是我们知不知道而已。我们很可能会像这个法利赛人上帝啊，我怎么样？我每周禁食2次我每个礼拜来古灵教会2次一次做礼拜，1次查经班，然后我都算上1/10我有的时候算错了还会奉献2/2弟兄姐妹，我们很可能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因为我们根本无法辨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辨识出来，原来我是在一个共犯结构里面。那我没有辨识出来以后，我反而是会沾沾自喜的，我会很误以为自己就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参加了一个环保的营会以后，我那时候还是那个平农专的学生大专生，然后就回到自己的学校，我就推动一个大便当运动。我那个时代所有的自助餐都是用保丽龙的盒子，现在大部分是纸盒了，对不对？我那个时代全部都保丽龙，
太方便了，大家都是保丽龙盒子。然后每一个，你想想看，那个全校几千几万的学生吃午餐，然后那个保丽龙盒子像山一样，那我就回到学校，我就推动一个，我们要爱护环境，我们要推动大便当运动，然后我自己去买一个铁的便当，然后就拿着铁便当去自助餐，然后那个时候的时代自助餐就是你要点什么，然后会有人咔给你嘛。每次我拿铁便当过去，然后那个就说唔免啦，阮家有便当盒啊呢，他就要把我的铁便当拿掉，给我那个保丽龙。我说不行，我要用铁便当。是安怎？阮这嘛这前提呢？不行，我爱护环境啊！他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啊？没关系，就给我铁便当哦。安尼知啦，你这个科可怜那对较济啊。好，我推动大便当，回到自己的团契，就是全部都基督徒，对不对？跟自己的团契弟兄姐妹说，我们要爱护环境，然后我们要拒绝使用保丽龙的餐盒啊，然后每个人都去买铁便当。我推动了一年365天，就是上学期跟下学期一年。你知道有多少人响应我的大便当运动吗？我们团契很多人，我们团契是在40-50个人呢。快点，你们猜有多少人响应我的大便当运动？10个哈，真没有信心。多少人？就有一个弟兄看我很可怜，他也去买个便当，然后中午就陪我一起吃便当。其他的弟兄姐妹只要看到我就跑，为什么？因为我传福音，不是，因为我怎么样？因为我会鼓吹他们怎么样去买便当，然后他们又说不过我，只好看到我就跑。我会变成一个很孤独的基督徒，一个人吃的铁便当。然后我那个弟兄真的是太可怜我，觉得我太可怜，怎么陈世豪怎么变这个下场？只好他也去买个铁便当，然后就陪着我。弟兄姐妹，你以为装个铁便当是很快活的事情？那很麻烦呢。你吃完还要干嘛？还要洗铁便当哎。像我每次都吃完就不洗，然后就等下次要吃的时候再给他洗的，再拿去用。我真的是很麻烦，可是我要坚持我的爱环境，对不对？可是有一天呢，有一个姐妹我在2代这边跟她鼓吹铁便当大便当运动，你知道她姐妹跟我讲什么？学长你都爱喝汽水了，汽水都是保特瓶，那你以后你也不要买保特瓶了，你也不要喝汽水，害我脸。另外一个姐妹更厉害，学长你都骑摩托车你骑那个 Vespa， 我们那时候是2行程的摩托车会制造空气污染你以后不应该骑摩托车。弟兄姐妹，我看到的是铁便当保丽龙，然后我拒绝用保丽龙污染我的环境，可是我有看到我做其他的污染吗？没有事实上我也还是在一个共犯结构下，我可能在某一个面向做得比别人好，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他说我怎么样，他真的有没有做到？有啊，可是他没有发现他也是在一个共犯结构下面的，他可能在其他的面向他也没有做到。最狠的怎么都是女的，女生最狠，最狠的学妹是说，学长你知道吗？你用铁便当用完以后要洗，你那个洗洁精也是污染靠右边真的是很烦。我要讲的是什么？弟兄姐妹，你在看这个例子的时候，你真的不要以为那个这个税吏他会悔改，然后他就把它讲得太简单。其实在我的看法里面，在我的经验里面，弟兄姐妹，这个税吏的苦，他的那个捶胸在于哪里？这个苦，那个捶胸我是个罪人，那个是一种很无力的表现。那种是你知道吗？不是我不想悔改，不是我要当罪人，
我知道这是罪恶的，我知道这是不好的，可是我做不到，你知道吗？那种无力，那种做不到，所以在那边呼求的是上帝啊，你开恩可怜啊，你要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我在这样一个结构下面，我翻不了身。你要可怜我，你要开恩可怜我。你要知道耶稣对他的称许不是绝对性的，是比较性的。耶稣是说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为有益了。耶稣不是只说，耶稣不是直接说看哪税吏这个义人，不是，耶稣是说这个人比那个法利赛人有益了。耶稣没有直接称许税吏是好事情，只是他看到这个人的无力。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罪人，然后我们要挣扎的事情只是说我现在是不是下定决心不做了，我现在是不是下定决心不再犯了，然后就没事了，这也太容易了吧。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不晓得有没有讲清楚。我们有时候身处在一种状况，是你怎么样做都是错的，你怎么样做都好像你这个也伤到了，那个也伤到了，那现在怎么办？你真的到一个地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到一个地步，得要像这个罪人一样，看清楚，原来我就是一个什么无能为力的罪人，我没有办法去做什么而让自己成为不是罪人。我唯一的方式是上帝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弟兄姐妹，这个得要罪人才看得出来这个道理。我真的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罪人，可是有时候我还是过得很开心就是了。一样像刚刚上一个比喻的，你信的是什么样的上帝，你要认识，可是你同一个时候另外一个面向，你得要看清楚你是什么样的人，这一直都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你要知道约翰加尔文是很厉害的，我们长老会的创始人约翰加尔文，这个法国人在瑞士的这个约翰在日内瓦的这个约翰加尔文，他在他的基督教要义里面，厚厚的上下2卷的基督教要义里面，第一句话就讲了，他说人如果不认识上帝就无法认识人。然后第二句讲说，那人如果不认识人就无法认识上帝。那这个猪头，你把2句话放在一起，就是人如果没有办法认识上帝，没办法看清楚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如果也没有办法看清楚自己，也就没有办法认识人。这是一个吊诡的陈述啊，那可是它却是真实的。所以一样，这个比喻跟上个比喻都有一样的路径 approach。你要弟兄姐妹，你要去清楚你所信的上帝是怎么样一个上帝，同时你看清楚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星期五如果你有参加我们的查经班的时候，就会记得有一个人问，那一个认清楚是一个罪人的人是不是自卑的人？因为等一下也会讲到自卑被升为高，一个看清楚自己是罪人的人，他是不是一个自卑的人？我说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讲自卑是用负面的意思的时候，你这个人很自卑，他并不是看清楚自己的意思，他是 underestimate 的意思，他是把自己看得更什么？看得更低，你才是自卑嘛。他是一个自卑的人。我们常常说自卑的人，他常常会表现出自傲，有没有？那重点就在于他看不清楚自己呀，他要么看太低，要么怎么样？膨胀太高。可是看清楚自己是罪人的人，是看得恰如其分，他就看清楚自己是罪人。那跟我们在骂一个人自卑是不一样的。那这反而是这个信仰会期待我们的。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的真相，我们的处境，我们的状态。我是一个罪人，我们看清楚我是一个罪人。我们不是自卑，我们不是 underestimate 自己，
我们是看得恰如其分。我就是这个猪头牧师陈思豪，看得清清楚楚。你不要点头，你点头什么？我看得清清，我在讲张富如哈，然后看得清清楚楚。那这不是一种自卑，自卑反而是看不清楚，反而是看不清楚。可是这里，耶稣的一个结论，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而自甘卑微的必升为高，这又是另外一种概念了。这个跟我早上在义光教会讲的是有关系的。早上义光教会讲的是腓立比书第2章，里面讲到耶稣基督，讲到耶稣他虽然跟上帝有一样的地位，可是他却愿意降卑成为人，然后顺服上帝以至于死。那个是你明明是很高的，可是你愿意看别人比自己高，你愿意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你不以自己为高，你知道你是高，可是你不以为自己是高，那是另外一个境界。可是重点还是你得看清楚自己。弟兄姐妹，你信不信你是高的？你知道你很高你知道你地位很高，你知道吗？你如果跟我继续读彼得前书，你就会看到彼得怎么去描述基督徒。彼得说，基督徒你们是什么？你们是尊君的祭司啊！这个是旧约在讲以色列人的讲法。他就是说彼得说，基督徒你们是尊君的祭司，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上帝亲自拣选的，你们是上帝国的百姓。你的位置高不高，弟兄姐妹？你的地位高不高？你是高的，可是你即便这么高，你愿意看别人比自己强，你愿意看别人比自己高，这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层次。这个已经超越我看清楚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这个层次了。今天耶稣提的还在这里，耶稣在讲的是这里。他认为这个税吏是很清楚的看到自己的本相的，即便他无能为力，他仍然是清楚看见，而且愿意跟这个上帝呼求的，说这个上帝你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他相信的上帝是那个会开恩怜悯他的这个上帝，然后他也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状态，非常宝贵的状态。进入第三个比喻，他说有人你知道这个比喻马太马可都有我们今天是路加马太马可都有，可是你知道他们放的位置跟他们的强调点会多少有些不同。我们今天看的是路加的叙事，路加说有人甚至连婴孩也带来见耶稣。为什么要甚至？就是说小的、中小的、小班的什么都带，甚至连婴孩也带来你要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带小孩来给耶稣看有什么不好？我必须再强调一次，在犹太人的社群里面，两种人不算人。哪两种人不算人？女人跟小孩不算人。女人很可怜呢，因为你是小孩，如果你是男的小孩，你过了12岁你就算人了。如果你是女的小孩，过了12岁你还是不算人，这样听懂吗？所以在犹太人的社群里面，女人跟小孩不算人的话，一个高高在上的拉比干嘛要为你这个不算人的人付出心血浪费时间？所以有人把小孩带来耶稣面前的时候，希望耶稣给他们起祝福，还是什么样的时候，有些人会不喜欢嘛？我们耶稣有很多事情要做的，他是有很多事工要做的，他是很伟大的，他哪有时间花在你们这些不是人的人身上呢？天哪，你知道这个会流泪的。我们知道为什么每次早上的经文跟下午经文不一样，他都会讲到相同的概念。
早上是说你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个人不要只单顾自己的事情，也要顾别人的事情。在希腊文里面，希腊的传统的心跟我们汉人在讲的心不太一样。我们汉人在用心讲心的时候是比较感情的部分，可是希腊人在讲的心是 mindset， 是 attitude， 是态度，是心态，比较不一样。所以这里意思不是在说你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要像耶稣一样那么有爱心，不是，你要以耶稣基督的态度为态度，你要用他对人的态度，对人的心，对做事情的心态为你的心。那耶稣是怎么样，你知道吗？你知道耶稣是什么样的心吗？你们听我讲一下。我以马可福音为例，马可福音一共16章，我常讲，这是一个非常有文学架构的一本书。它16章里面，从第1章到第7章，全部都在记载耶稣在加利利，在北边加利利的神迹跟教导。然后8、9、13章，学者称为 on the way， 上路了。上什么路？是从加利利要走去耶路撒冷，这3章就上路了。耶稣在 on the way 这3章里面很清楚的预言，跟他的门徒说清楚，我就是那位弥赛亚，我要去那边要受死，我要钉十字架，然后我会复活。这3章很重要的，他告诉他的门徒。然后从11章到第16章结束，全部写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情。那耶稣在耶路撒冷的事情才7天，才1周，他花了后面6章，可是前面的7章就是耶稣一直在加利利的所有的事情。好，所以他的架构很清楚，前面在加利利，然后 on the way 以后去耶路撒冷。好，那很有趣的是，耶路撒冷的这一段的叙事没有记载耶稣在行任何神迹了。耶稣的最后一个神迹是在 on the way 第10章的最结尾，瞎子、乞丐巴底买，耶稣医治他，然后就进耶路撒冷了。除非你把耶路撒冷的那个段叙述里面有一个无花果被耶稣诅咒枯萎了，把它当作神迹，不然的话后面都没有再提到耶稣行神迹了。最后一个神迹就是巴底买。可是我要讲什么？你要知道耶稣去耶路撒冷干嘛？弟兄姐妹，回答我，耶稣去耶路撒冷干嘛？受死嘛，被钉十字架嘛，这是不是一个大事？严不严重？这个死是关乎世界所有人的罪的问题耶，严不严重啦？这个死是耶稣基督要承受被圣父圣灵抛弃的一个状态，这个是他们亘古以来没有碰过的事情，严不严重？耶稣紧不紧张？当然紧张了，耶稣也是人啊。耶稣害不害怕？害怕。耶稣挣不挣扎？挣扎。他要去耶路撒冷做这个事情，他居然在走出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瞎子的乞丐叫巴底买，他大声说：大卫的子孙啊，怜悯我啊！然后一直喊，旁边人说闭嘴啦，点啦，卖差啦。然后耶稣居然为了他怎么样停下来，然后耶稣跟他讲一句话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神经病啊！你等一下是要去哪里？你要去钉十字架你今天还为了一个 nobody， 一个乞丐瞎眼，你还留下来啊？你问他，而且这个问题叫开放性问题，他是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没有人会做这种事情的。我比较年轻的时候是传道师，我的孩子都幼稚园的时候，我在每天在准备讲道篇、查经班的讲义写，在我的书桌写。小朋友要靠近我，想要跟我讲话、要问问题的时候，我是怎么回应的？我说走开，爸爸在。
忙，爸爸在写那个讲道篇，你这个时候不要吵我，对不对？我讲的对不对啦？我的讲道篇重不重要？我现在读的这些东西很重要，你不要来吵我，你要问我那些543的，不要来吵我，走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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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开到有一天幼稚园去接小朋友，幼稚园的老师还跟我说：“爸爸，你不要常常跟小朋友说走开嘛。”我气死我了，抓回去打屁股哦。现在小朋友长大了，他们大学了，他们高中了，谁走开？变成我走开了哈。耶稣要去做这么伟大重要的事情，他其实可以跟那个乞丐说什么？走开，你现在不要来打扰我，因为我要去做什么？拯救全世界人的事情，是吧？是不是啦？你是什么东东？你怎么可以来阻挡我？请你怎么样？走开。可是耶稣不是，耶稣是停下来，停下他的 schedule， 而且停的还是心情心情也要停下来，然后跟他说什么？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神经病，怎么会有这种人呢？所以保罗说，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就是耶稣基督的 mindset， 这是他的 attitude。他为 nobody 停下他的脚，他问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耶稣却跟那些人说什么？说你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了，你不要阻止他们。耶稣说：“因为在上帝国正是这样的人。”耶稣重复，耶稣讲2遍，这概念他讲2遍。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接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绝不能进去。奇怪，上帝国是这样的人，是哪样的人？哪样的人？像小孩子的人嘛，对不对？那像小孩子，你不会问吗？像小孩子怎么样的人？小孩子有很多种特性嘛，对不对？那你说我要像小孩子的人才能进上帝国，那像小孩子的什么？调皮，不可理喻，忘恩负义，像小孩子的什么？你说像小孩子的纯洁？屁啦！谁跟你说小孩子纯洁啊？你们是没有养过小孩子吗？小孩子纯不纯洁？不然要像小孩子什么？回答我，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因为耶稣说你要像小孩子才能进上帝国啊。那像小孩子的什么？天真，天真就可以进上帝国啊！上帝，我真的很天真，你不相信吗？像小孩子的什么？弟兄姐妹，小孩子的特性是啥啦？让耶稣这么称许的那个特性是什么？我说小孩有很多东西是他的特性，可是让耶稣那么称许到说，在上帝国都是这种人。如果不像小孩子的人进不了上帝国，你们没办法承受上帝国。那是小孩子的什么？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像小孩子的什么？后来我在猜是有一项，我说不是纯洁，不是单纯，因为又有一个纯，是单，是单不是纯，是像小孩子的简单。你知道什么叫做小孩子的简单？你有没有看过小朋友吵架？
吵到打架，打到那个嘴角都破了。我记得有一次哦，我真的不晓得为什么会记得这个情景。我那时候应该我20岁，我记得我应该21岁、20岁、21岁。我在我的母会里面教儿童主日学，我是很帅的儿童主日学老师哦，很酷的哦。好，结果两个这种五年级的小朋友打架，打到真的就老会老底，你知道？哇，打到你知道，你要把他们两个这样抓住提起来，那还在干嘛？还在继续挥拳踢，你知道吗？你要把它踢很远，那怎么解决？要怎么解决？两个人讲都是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啊，他怎么样，他先怎么样？你觉得这个事情有对错可以解决吗？啊，我把他们俩提着以后，你知道怎么办？我总不能一直提着吧？我带去义美，我把他们俩带去义美。他们两个买了我最喜欢吃的义美双麒麟。你知道全世界最好吃的双麒麟在义美吗？你们都不晓得，还是你们不晓得义美有卖双麒麟？啊？现在没公疫情，我知道现在是疫情啦。你们后来都以为什么全家的啦 ，7 的双麒麟很好吃，是不是？我告诉你，义美的才好吃。我跟你说，然后我就带他们去义美，然后买了2个双麒麟。然后他们两个就开始吃双麒麟，然后就变成好朋友了。我一路陪他们走回教会，我走在他们两个后面，他们两个在那边哈，你根本无法想象他们两个刚刚在干嘛，而且达到什么？达到流血。我跟你说，这就是小朋友的简单啊。那种冲突是真的。那个挥拳的恨意也是真的，可是他们现在两个舔着义美双麒麟，然后两个人开怀在一起聊天的也是真的。那到底哪个是真的？过没有5分钟你有可能看大人是这样子吗？弟兄姐妹，大人可以恨你一辈子，你信不信？大人可以记仇你一辈子，你信不信？他可以一辈子不跟你讲话，你信不信？可是那个小朋友就是这样子啊，他们刚刚打到头破血流，嘴角都是血，然后他们现在两个人一直舔义美的双麒麟，根本忘了我在他们后面。我认为这个就是简单，这是一种简单的生命，那种不算计的生命，那个愿意原谅的生命，那个愿意接纳的生命。我记得我在美国的读书的时候我只要跟小朋友讲话，我的英文都变得非常流利，有够顺的。跟大人讲话我就开始为什么？因为那个小朋友会接纳你啊，那小朋友会很毫无条件的接纳你，你就会很放心啊，那些大人他是这样看着你，你在猜他可能在笑你，你什么都讲不好。我不晓得我讲的这个是不是耶稣的意思啊？耶稣说你们若不像小孩，不能承受上帝国。耶稣说你们不像小孩，不能进入上帝国。我不晓得耶稣讲的是不是小孩的 simple 简单，因为我在大人的生命里面看不到那种 simple。我们有意无意不见得一定都是有意。我们有意无意就会多了算计，我们有意无意就会多了防备，我们有意无意就会多了一些我们也不晓得多了什么。那个简单就不见了。可是这里耶稣基督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包含你的眼中不要有高低歧视之分，你不要认为小孩跟女人不算人，他们就没有资格来浪费我耶稣的时间。会让你们惊异的是，原来在上帝国的人是会这些你看不起的小孩的样子。
你到底信的上帝是怎么样一位上帝？这个上帝是怎么样看我们的生命的？这个上帝是要求我们的生命什么样的呈现的？弟兄姐妹，你得认识这个上帝之外，你得花一些精神来认识你自己，来知道你的处境，来知道你的状况。你得要有这样的自觉的能力 awareness， 你得要操练自己。你不但要认识这位上帝，你还要更多的认识自己。我已经活到快死了，50几岁了，这2个方向都还蛮远的，这2个面向都还有很大的距离。趁你们年轻，早一点开始吧。约翰下文说，若不认识上帝，就无法认识人；若不认识人，就无法认识上帝。可以开始了，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我们是你亲自的拣选，我们是满满承受你恩典的人，我们是那君尊的祭司，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你上帝国的百姓，我们是称为你的儿女的，我们有这么高的地位身份，而且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荣耀。所以阿爸父神，让我们在这个世间任何的阻碍困难，任何的不堪，任何的失望乃至于绝望，阿爸父神，你都帮助我们不要放弃。我们一方面探索建构我们自己，我们另外一方面更清楚的认识你。期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样像小孩一样的简单。我们真的愿意亲近你。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牧师的分享。那现在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的诗歌。我献上感谢，因你恩典满溢，谦卑你面前，万事皆属于你。我献上感谢，因征战在于你，只愿不断感谢，定睛仰望你。我感谢你，耶稣，称颂你生命，你的慈爱存到永远。我感谢你，耶稣，因你本为善，你的心事直到万代，要以感谢进入你的门，要以赞美进入你的园，要以感谢进入你的门，要以赞美进入你的园。我感谢你，耶稣，称颂你生命，你的慈爱存到永远。我感谢你，耶稣，因你本为善，你的心事
直到万代。好，会众请坐。接下来是奉献的时间。那奉献是基督徒应尽的本分，如果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不必勉强奉献。好，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唱奉献的诗歌。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一切全献上，一切全献上，献于爱我，怎该救主，一切全献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能够让我们在这段期间又能够再次的聚集。主啊，我们也在此献上一点微薄的金钱，求主能够悦纳。也愿这些金钱能够在主所喜悦的事工上有更好的运用。感谢主，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好，会众请坐。那接下来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那这里有一张就是新朋友，听说是之前填过新朋友卡，但还没有介绍过。我们请婉柔，你可以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大家好，我姓郑，然后我叫郑婉柔，然后我上一拜日有来过教会，那这个我会知道这边是我工作的一个前辈，他推荐我来的，对，那很开心可以来这里跟大家一起聚会，谢谢。不好意思，今天状况有点多。好，那还有没有看一下你附近有没有新朋友是你不认识，然后我们就请他介绍。好，好像看起来没有。好，那什么要请牧师看吗？好，那接下来的话是报告的时间。那报告的部分，牧师有要。我们的团德波，我们的长老，传道部的长老，呼吁大家自己拍10秒钟的影片，10秒左右。你要个人的或是全家的都可以，10秒钟，要把它放在我们有一首古亭教会之歌，杨安慧教授他做的一首古亭教会之歌，好像我们想把他们圣歌队已经去录音室把他们录好了，可是这个时候就有人说我们要拍成 MV， 需要有一些画面，所以来就请你们录10秒钟。10秒钟，这样算起来。内容没有内容，就是你看你要录什么就录什么啊，就随便就10秒钟嘛，认得出是你就好了。现在拍哦，现在拍有问题耶，现在拍哦，你们要拿口罩下来，拿口罩下来会被告，然后我要被关呢。
好了，大家回去拍啦。我们可能会找时间是拍大家的，一起的。可是先给我们10秒是你们个人的，好，然后我们会有人佑宁哈，赖佑宁会帮我们剪接成 MV 哈。好，就这样子。然后下礼拜天有长执会，我们亚佛的执事要参加哈。下礼拜天。下面报名表哦，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每个礼拜报名的，你不要以为你今天报名了，下次不用再报，你还是要每个礼拜报名，好不好？好，因为那个他要统计人数，我们有3场礼拜，早上9点、11点，然后1点半，3场礼拜我们都是设定70个人。好，那现在看起来都还好啦，可是还是会希望请大家报，所以甚至于你等一下走出去，外面布告栏上面就会有，哦，我知道了，你们的左下角，你们要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对不对？对不对？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子吗？什么啦？不是你要变 YouTuber 了？没有啊，不然要我讲什么我不晓得。是你要讲什么？一共看有 QR code 可以扫报。哦，有 QR code， 在哪里？哦，直播的哦，直播的弟兄姐妹，那左下角有一个 QR code， 你要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哈，到底小铃铛是什么？哦，报名，好，做礼拜要报名。小铃铛到底什么东西啊？哦。所以它会叮咚吗？它会跳出来跟你说。哦，这样子，真是奇怪。好，那团契的部分有人有要报告吗？玉贤或有来没有，对不对？好，那因为现在疫情期间，有时候我们的聚会可能还是有一些变动，那大家就是尽量就还没有加入亚佛 FB 的，就尽量加入 FB， 因为我们所有的公告几乎都会在那边。好，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起立唱颂荣。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有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源。你们当借着任何的机会，从圣经里面，从大自然，从你跟你的弟兄姐妹的团契生活中，更认识这一位上帝。同时，你们也是这样子的努力的，更认清楚自己。在这个世上，即便生活是困难的，生命是痛苦的，仍然知道依靠耶稣基督，因为他早已胜过这个世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充满安慰，与你们众人同在，尤其是与正受苦、泪流满面的人同在，要从今时直到主再来。阿们。阿们，阿们，阿们。请坐，我们来唱请安的诗。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
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来，我们请起立，我们跟我们好久不见的弟兄姐妹问安。你不用握手没关系，可是你可以跟他笑一笑。哎呀，他看不到你的笑容，你可以跟他这样笑，这样笑一笑。